創刊佇1945年的《中華日報》，一直堅守新聞專業甲公共責任，持續扮演社會理性聲音的重要角色。如今迎來80週年，三關學各界貴賓共同慶賀，包括國民黨主席鄭麗文、立法院長韓國瑜、台北市長蔣萬安、新北市長侯友宜攏拍片祝賀。立法委員謝龍介甲台南市長黃偉綽嘛先後出席慶祝大會。新的科技推陳出新，一直在有新的，但是中華日報一直屹立不搖，而且對於我們不管是在地方的輿情，或在全國的這個動向，甚至於整個國際的走勢，我們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最重要的媒體。中華日報在台南這80年來，坦白講，居功厥偉，把應該所發生的大小事呢，散播到家戶每個客廳裡面，所以它是在台南非常重要的一個報紙媒體。中華日報長期前景地好，在面對全球媒體生態重組加 AI 科技演變之下，宣布推出全新影音品牌華傳媒，整合專業新聞、健康生活、AI 智慧、文化內涵4大內容主軸，作為跨地新媒體領域的重要里程碑。過去有了80年這樣的一個歷史呢，我們未來能夠不斷的尋求轉型。除了有中華日報的平面報紙呢，它將會逐漸的精緻它的內容。那當然也希望能夠我們華傳媒的部分能夠慢慢擴充它的能量，繼續來服務大家。中華日報強調，華傳媒唔那是專業精神的延伸甲升級，嘛象徵中華日報正式邁入報紙影音 AI 的領銜新階段。為了培育人才，近時跟佛光大學、文化大學簽署3項合作，希望在數位時代持續發揮媒體價值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